嗱，咁呢個 map 咧就其中一個係最好嘅。轉得咁快嘅，佢每一次咧都係轉到真係，哇嗱，因為唔係太快撳咧，一係就太慢，真係好煩咯。佢唔似 Forsaken 咁就係連點咁，佢呢個咧係考察你個反應力咁。同埋咧，佢個進度勁慢咯。但係呢個咧係其實係取決於咧你開局嗰陣時個手機速度嚟嘅，因為有時你開局咧可以收到勁快，咁有時又勁慢，好似而家咁。shit 屌！最後一步。嗱，咁基本上咧係得返一步嗰陣時咧，你見到人收緊機嘅話咧，其實可以即係已經喺個大門嗰度準備，因為人哋一收好咧就可以咁即刻咁拉閘，咁就開咗扇門，你就唔需要真係又俾殺手追殺，咁即係好被動咯。頭先我俾個殺手劈咗一刀，咁而家一直滴緊血，但其實咧滴血呢樣嘢咧係完全唔關事喎，我想講。好，哇！得返最後一部機啫喎，可以收咁耐嘅咩咁慢？唉，所以有時隊友做事咧就唔係咁靠譜啦。睇個殺手喺後面。
唉，嗱咁呢種傳送門咧就傳咗同冇傳差唔多嘅。咁其實呢個時候咧，嗱你睇，你唔應該即係你唔應該係幫隊友回血咯。呢個時候，你應該係要即係盡量揾到最後一部機先，因為你如果而家回血嘅話咧，其實係冇 Q 用，我想講。smart 一齊。嗱咁我哋可以睇到，真係對面真係條友俾人掛住咁，但係其實我都唔打算救佢嘅已經。嗱，傳送門走佬，因為有時其實係我哋主要嘅任務咧係顧全大局。對，我話 let me open 咧，因為其實呢度咧係我又真係我可以開門，即係你可以睇到我第三樣技能啦，係可以即係開門嘅速度咧係可以加快嘅嘛。係啊，嗱，easy match 咯呢盤。